今日要演讲的啊是咱胸坎仔内科的张佑伦医生。今仔日的题目就是我的语言学习之路。咱就请张医师开始。毋知各位有听到无？有。有吼，好，安尼我开始哦吼。好，我是迄个胸腔内科张佑伦医师吼。今日要甲大家演讲的题目是我的语言学习之路吼。好，一开始咧是要自我小解，过来才讲到咱的主题吼。我自我家己小解吼。我是本地斗六好尾溪大汉的囡仔吼。厝里细汉的时阵，就是拢讲台语吼。爸爸妈妈是嘛拢讲台语安尼，因为厝里是做田的啦吼。就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共款吼，拢读册时阵，就拢一定规定拢爱讲这个华语安尼。不管是国下国中啦吼。像讲咱电视电影看到的吼，迄当阵有讲袂使讲台语这个情形吼，伫阮迄当阵读册时阵，就拢有发生过安尼。等我这个大汉的时阵呢吼，生囝以后吼，迄当阵就是想讲，咱是嘛是爱用台语和咱的囝儿来讲安尼吼。我是有生2个查某囝吼。一个11岁，甲一个14岁啦吼。真细汉的时阵，就是拢阿公阿嬷咧带呢。阿公阿嬷咧带呢吼，因就是拢受到这个华语的这个教育。所以这个讲话呢吼，就是拢讲华语，因为咧幼稚园的所在，一定是拢讲华语安尼嘿。所以就是阿公阿嬷拢叫因爱讲这个台语安尼嘿。对我嘛是讲赞成讲，就是讲台语。但是迄个等伊较大汉的时阵来读国下啦吼，是讲国中的时阵呢，就无含阿公阿嬷住。迄当阵呢，因就变成讲台语嘛袂晓听，台语嘛袂晓讲安尼。对。所以变成拢含阮大的时阵，我就是尽量用台语含因讲安尼。进前咱迄个神经外科医师迄当阵伊就是有讲过嘛吼，就是囡仔咧细汉的时阵吼，伊也学2种语言的话，对伊的脑的发展会较好。但是因为我即摆囡仔拢较大汉啦，已经拢10几岁啊，所以因这个你讲叫因搁学台语，对伊的脑到底是有啥物帮忙呢？这我是无了解。但是就是讲咧厝，咱就是尽量用台语去和因讲安尼。至少因听有我咧讲啥物。台语伊嘛是通讲，只是可能无听遐厉害安尼。讲诶就是无遐尔流利。我家己即摆台语家庭诶困境是啥物呢？吼，就是第一就是会惊囡仔会听无，惊囡仔会听无。因为就是讲，咱已经就是拢受到这个华语的教育嘛吼。所以这个名词吼，这个一寡用讲话迄个方法其实拢用华语咧思考啦吼。比如讲咱顶悬有写着诶吼。但一般就是讲这个粉丝粉丝这个粉丝你要甲讲成台语呢？咱若咧网络咧查呢，伊就写就是用这个卖相用卖相。但是讲起来，这个卖相对我来讲呢，我家己嘛是无讲做实在。我甲囡仔讲卖相，其实讲起来我家己嘛毋是讲介清楚安尼。所以就是会变成讲会惊囡仔听无，就会讲变成来讲国语讲华语安尼。第二呢，就是讲台语的字类其实有限啦因为咱嘛知影讲台语，因为
长期受到压迫吼，所以就是足真较先进的迄个鱼类吼，比如讲科技的鱼类吼，即部分呢，其实可能都无台语会使讲安尼，袂使讲的话吼，咱若要讲台语呢，就爱搁想看觅这是物仔去讲解说吼，这就是一个困境啦吼。过来呢，就是家己所学有限啦吼，家己所学有限吼，因为虽然讲我是咧细汉的时阵，就是拢讲台语吼，但是其实咱嘛是咧国下的时阵拢有华语啊嘛吼，所以真济台语安怎讲？真济台语免怎讲呢？这个这个台语免怎讲的话吼，就是拢毋知影吼，所以即马还搁咧学啦吼，还搁咧学吼，而且即马因为较早是无法度写这个台语嘛吼，台语文，即马会使写，所以即部分阮较早拢无学着，所以即马嘛是爱定个学安尼。过来上尾就是讲这个心魔吼，心魔是啥物呢吼？就是讲为什么要学台语吼？对我来讲呢，这就是咱细汉的一个记忆啦吼。咱爸母啦吼，人拢讲台语吼，咱要和爸母要去了解因啥物意思嘛，是拢爱讲台语吼。爸母嘛甲咱讲，咱以后一定拢爱讲台语。所以对我来讲，这是一种传承啦吼。这个传承呢，这是我本身的想法，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继续讲台语的原因。但是，对逐个人的想法其实拢无共款啦吼。对，因为就是讲，虽然讲，对咱来讲，这是一个传承，要传进前的语言来吼。但是实际上来讲呢，咱这个语言实在有实用无吼？你若讲以即马来讲，像讲咱咧门诊咧看足侪病人诶，吼，比如讲有六七十岁诶阿公阿嬷，有当时啊，你想讲因拢讲，伊应该是拢会晓讲台语才对，你就真欢喜下面讲台语，结果伊会话，竟然拢是讲华语安尼，你就会想讲，咱到底是咧传承啥物？咱有当时啊，咱咧坚持，但是毋是逐个人拢像咱安尼吼，会坚持讲一定爱讲即个台语啦吼。好，自我了解了啊吼，因为我是胸腔内科医生嘛吼，所以就先甲大家即了解一个胸腔诶毛病啦吼，叫做慢性阻塞性诶气病吼。这是啥物款诶病呢吼？就是像顶悬写啦吼，就是因为咱诶气管啊吼，就是像即个公路共款吼，伊也有物件塌掉咧吼，不管是痰啦吼，还是讲咱诶气管啊发炎啊吼，肿起来话吼，咱诶患者吼，喘气吼，都袂讲介流，都介流咧安尼吼，因为这个气管就是像即个公路共款吼。伊的意思就是讲，即个慢性的即个阻塞性的气病呢，意思就是即个气管有发炎变会痰所以引起即个气歹喘安尼吼。即个慢性阻塞性的气病吼，有啥物危险的因子呢吼？第一就是食薰啦吼，咱来咧门诊的时阵，就是一般拢会问讲你有食薰无因为这是目前上大迄个危险的因子啦吼。第二就是讲会问病人讲，你是毋是你住的附近是毋空气是较歹，还是较有营养？你工课场是毋是营养的所在较济？还是讲你工课场的空气污染较严重吼？这两项拢是引起这个慢性阻塞性气病的危险因子吼。另外呢，就是年纪愈来愈大吼，就算你无食薰，环境嘛袂歹其实咱对三十几岁以后吼，其实咱的气管吼，就慢慢就会变歹这当阵呢，咱的
咱的细胞吼嘛是会出问题吼，啊，这嘛引起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病。啊，这个病引起来的症头呢吼，有包含啥物呢吼？第一就是讲，可能会加燥，会骹痛哦，啊，这是定定看到的吼。啊，第二呢，就是会喘吼，会喘吼。啊，第三就是讲，这个人呢吼，可能细胞会感染，意思就是讲，一般来讲，正常人可能若感冒就是感冒尔吼，可能扫2工啊吼，还是小发烧啊就结束啊。啊，但是这种人因为细胞吼会情形较歹，所以有可能毋单只是感冒尔，会引起变成肺炎，啊，就变成爱来住院安尼吼。啊，为什么特别细胞病遮济呢？吼，为什么特别要讲这个肺病呢？吼，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病呢？主要就是讲吼，因为咧2016年的时阵呢，吼，咱台湾的这个胸坎的迄个医学会呢，吼，就是有办一个活动啦，吼，就是因为咱知影这个咱要含病人迄个解说时哦，讲慢性阻塞性肺病啊，这个名实在是有够长的。吼啊，所以伊就是要办一个迄个报名的比赛吼，啊，互大家会使较会使记着这个病名，啊，会使愈了解这个病安尼。啊，这是迄当阵的迄个广告啦吼，就是希望大家吼啊来想看卖啊来甲这个病来号一个名安尼吼，啊会使互大家会使真简单会记会掉，啊，佮了解这个病的性质是啥物安尼。哦，啊，结果这个黄小姐吼，咱新闻看这个黄小姐吼，伊得了第1名啦吼，啊，伊甲这个慢性阻塞性的肺病啦吼，号做叫做气塌病啦吼，啊，咱一听就哦，这真简单咯，就是细胞嘛吼，塌掉的病，吼，就是气塌病安尼吼。啊，当时我嘛是有投票啦吼，去参加，只是讲就是无着顶安尼嘿。大家好，中午12:30，在急诊大楼6水术讲堂举行职工座谈会，敬请有报名的同仁准时与会。哦，啊，所以迄当阵呢，吼，伊其实有毋那是台语尔啦吼，啊，连即个华语吼嘛有比赛吼，迄当阵呢，华语就叫这个病就改做这个肺阻塞，啊，台语就变成肺塌病安尼，啊，我想可能大家有可能有小可听过吼，啊，只是讲虽然有这比赛是结束啊啦吼，啊，但是到底偌济人知影呢吼，我最近就是为要准备这个演讲吼，有电脑顶悬吼，佮甲查看嘛，用这 Google 去遐查吼，结果发现我甲拍这个肺塌病吼，结果出来吼无共款吼，是变成是华语的这个肺阻塞吼，啊肺阻塞其实是甲这个肺塌病是无共款的病哦，因为这个肺阻塞伊这是细胞血筋叫血甲塌掉的。啊，甲咱这气管发炎，这完全无共款哦。啊，咱真正咧网络顶悬吼，真正无法度找着，甚至都应该讲足少诶啦吼，找袂着这个气塌病这个名词安尼吼。啊，所以我是感觉讲，咱这台语要推广吼，这爱个真正诶路爱拍拼安尼。好，啊，来到今日的主题啦吼。啊，今日主题就是语言学习之路啦吼。那可能听到的时阵，大家听到的时阵会想讲，啊是毋是要讲我学台语的过程啦吼？啊，其实毋是安尼啦吼，因为其实我本人是真爱学这语言啦吼，啊，所以就是若是这个台语尔啦吼。啊，第一个主题是讲学台语的好处吼，啊，第二就是咧介绍我学过诶语言啦吼，包括英语啦吼、日语吼、德语啦吼，啊甲泰国话，不过泰语诶其实嘛无算学啦，因为甲伊诶迄个伊讲算伊诶 ABC 吼，
有背识以后，啊，佮发音知影，啊，但是最近真久无用嘛愈来愈袂晓啦吼。啊，所以真正有学着的是英语、语甲德语啦吼。啊，过来就是台语是一个动态语系嘛吼，这较怪会讲啦吼。啊，上尾啊是讲着咱这个内河吼，台语的文学之父吼。啊，咧讲进前咧吼，咱讲一个小故事啦吼。就是讲我拄读大学的时阵啊，迄当阵就感觉讲，家己真够啊吼，我都考着这医学的啦吼，应该啥物拢了解安尼啦吼。迄当阵算囡仔人吼，就算真臭屁安尼吼。啊，迄个学校咧上课啊，伊上课的时阵咧，就咧教即个咱即个身体诶，即个筋肉吼。啊，顶悬的老师啊吼，伊就教讲啊，即个大胸肌吼，大胸肌吼，大胸肌吼，伊就念讲啊，即个叫做 pectoris major 哦。啊，即个小胸肌吼，就是小胸肌吼，伊就念做 pectoris minor。我迄当阵就笑老师啊，讲啊老师你的英语太甲尔差啊吼，啊这明明就是咱这就是叫这个大明明就叫做 major 啊吼，英语就叫 major 啊吼，啊这个小咧明明就叫做 minor 啊吼，这都大家拢知影代志啊，为什么老师你太点安尼哩哩啦啦安尼吼？啊后来有学其他语言以后呢，才发现讲。我毋对啊吼，其实迄当阵老师念的吼，伊这是根据这个拉丁语吼，拉丁语去发音去念的吼，啊拉丁语发音伊就是真正叫做 major， 啊这个是真正叫做 minor 吼，啊所以自从知影以后，就感觉讲家己真见笑安尼吼，这世界遮大，啊结果甲想着讲英语安尼尔，啊其他其实做者语言吼，人的发音拢无啥共安尼吼。啊，所以学语言的好处呢，吼，第一就是讲吼，你的眼界吼开变通啦，吼，啊，因为就是你啊学较济语言，啊，你对世界就是有法度和人去讲话，啊，就是有法度较了解讲世界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安尼吼。啊，第二吼，学语言吼，伊这就是上直接的方式吼，了解外国的文化啦吼。啊，当然这点吼，因为咱较早迄当阵就是科技无遮发达啦吼，啊，所以你就是语言就是爱去学啦吼，啊，学了以后，你听外文吼，较会了解安尼吼。但是嘛，因为科技较发达，你像比如讲咱讲的这 ChatGPT 啦吼，电脑啊吼，一定有法度直接甲咱讲的话变成另外一国的语言啦吼，啊，外国的语言嘛，法度靠电脑伊。甚至直接听，你直接录音，伊就佫变成咱台语啊，台语应该无遐厉害，要变成迄个华语安尼吼。啊，所以就是因为科技的进步吼，这个学语言的好处吼，就是无较早遐尔啊重要吼。啊，但是咱嘛无可能讲一直拢靠机器嘛吼。有当时你就真久无机器，也是讲拄好无网络的时阵吼，迄当阵呢，就是了学的话吼，都靠这个好处吼。啊，第三呢吼，学语言的好处就是，迄个你这个 culture shock 吼，对文化冲击吼会较少啦吼。你会使了解讲人外口的人咧想啥物吼，啊你我都尊重别人吼，就像讲较多我讲的迄个小故事吼，我就是迄当阵就是人抑佫伤细汉吼，啊无了解世界遮尔啊大吼，所以就是吼，毋知影讲家己迄个活动安尼吼，啊，咱会有法度啊学语言的话吼，有法度接受甲别人无共的所在吼，啊，咱这主题就是讲这个hustle吼，hustle 吼，啊，这是啥物意思呢吼？这个 hustle 咱看这个所在 ，hustle 这个意思你也查字典吼，意思就是讲充满活力的行动啦吼。充满活力的行动吼，啊，这个几年前嘛吼，几年前这个日本啊吼，Suzuki 吼，伊就
开发一台车啦吼，啊，迄台车伊就甲号名叫做 hustle 吼，啊，伊意思吼应该是想讲，这个 hustle 的意思就是讲充满活力的行动嘛吼，啊，这个 hustle 加一个 er，就表示讲是充满活动的车还是人的意思安尼，嘿，啊，咱直接是安尼看，真正就是这个意思啊吼，啊，但是吼，你啊实际上去查字典吼。这个 hustle 的意思其实毋是这个意思吼，伊这个意思其实是趁食查某的意思，哦啊，所以迄当阵其实咧网络吼，就是有大家有咧批评讲，这个日本人太拢毋知影，这个 hustle 就是这个意思啦吼。啊，但是我感觉讲，日本人伊本身伊就是有家己的文化，咱袂使因为英语是这个意思，啊，日本人就袂使改变的意思，哦，啊，咱爱。免咱尊重别人安尼吼，啊，过来上尾一点呢吼，就是讲咱若学语言吼，对咱的母语的理解力吼会愈好吼。比如讲呢，就是像讲咱这个英语吼 ，book 哦 ，book 这个啊吼，啊，你想讲 book 有啥物问题嘛吼？哦，这个 B 啊吼，你啊一般来讲发音应该是 book， 啊，所以应该念起来应该是 book。哦，啊，但是其实毋是念 book 啊，吼，一般咱是讲念 book， 吼，其实是有迄个字的音啦，吼，吼，啊，这就甲咱台语吼，这个尾，吼，这个尾，吼，这个吼的音是较像的啦，吼，吼啊，你也念 book， 就是变成是尾这个的音吼，这个 P 这个音啦，吼，啊，所以你也知影讲即个外国话吼，对语言去学起来吼，你就较知影讲即个 B 甲即个 P 即个音吼，所以到底是差喺倒位呢？啊，过来呢，讲着讲我学日语的过程啦吼，我学日语大概是咧我应该是算大学的时阵啦吼，啊，迄当阵就是。咱知影讲，就是日本文化对咱台湾影响真大嘛吼。啊，我细汉时嘛是拢看日本的这个漫画大汉的吼。啊，迄当阵就是有一个漫画叫做《七龙珠》吼，我想大家应该拢知影吼，这甲即马拢抑个真事件啦吼。啊，这漫画内底咧有一个主角叫做库里吼，就是这个豆饼这个吼。啊，伊就是参加即个天下第一的即个武道大会啦吼，啊，含一个人咧拼输赢，吼，啊，伊诶朋友呢做烦恼伊诶啦吼，就惊讲伊毋知会受伤无，吼，啊，另外一个朋友就甲笑讲啊，伊袂受伤啦，迄另外迄个朋友就讲问讲，为啥袂受伤？伊就讲客家奶，客家奶，啊，就大家就拢咧笑安尼啦吼，对。啊，迄当阵家己嘛感觉讲啊真好笑，但是家己都毋知咧笑安怎吼，都是因为电视都迄个罐头的笑声，咱就对咧笑安尼啊。啊，后来呢，有日语以后才发现讲，这是啥物意思呢？吼，客家奶，然后伊有两个意思吼，第一意思就是无毛的意思啦吼，这个客就是这个毛啦吼，啊，所以客家奶就是无毛的意思。啊，另外一个意思呢，吼，就是客家奶，就是无受伤的意思。意思就是讲，这个客家伊本身就是这个受伤的意思。啊，伊的汉语吼，写做这个怪话吼，啊，这真趣味啦吼。反正就是伊的意思就是讲，因为咱这个奎利林呢吼，伊本身是光头的，无头毛吼，啊，所以伊就讲伊是这个。客家奶，伊就是无头毛，另外一个音的意思来讲，伊就是被受伤啦，对。啊，我到这个做兵迄当阵呢吼，因为就是日语拢家己学嘛吼，啊，学了一段时间呢，就是讲啊无来参加这个鉴定啊吼，啊，迄当阵就是家己遵照过以后，感觉讲可能是差不多是。二级吼，可能有机会会使考会过，啊，所以迄当阵就考吼，啊，大家会使看到这个考试的通知书啦吼，啊，这顶悬就写2001年吼，迄当阵
去考，这已经20年前诶代志啊吼，啊是就是真无简单，就二级甲考过安尼啊，对。啊，所以就是讲，迄当阵就是为着要了解讲日本诶文化吼，啊，就是特别去学这个日语安尼。啊，较早讲我是咧做兵当阵是考日语诶嘛吼，啊，因为做兵当阵是做军医啦吼，啊，军医就是迄当阵就是除了看病人以外呢吼，啊，其实代志无像其他军人遐济啦吼，啊，所以就是想讲啊无过来学一寡语言安尼啦吼，啊，迄当阵就是想讲到底是要学啥物，啊，就是为诶就是想讲啊无就学法国话好啊吼，啊，迄当真正就是去买册来看安尼吼，不过感觉讲这法国话无好讲，因为爱讲字啊吼，爱讲字我无啥样讲字，啊，所以讲啊无就买，啊。有想着讲啊，进前呢吼，咧迄个台中医吼楼骹应该毋知是第3楼还是楼骹3楼还是4楼迄个所在呢？我有一届有捌去遐，啊遐有一个古早诶病历迄算收集诶所在吼，啊我有去遐看，啊我有看着讲遐有就是日本时代呢诶病历，啊遐迄当阵病历竟然是拢是用德国话写诶，用德国话写，啊因为我即马找袂着迄个图吼，啊所以我就是咧网络吼，就是有找着吼，就是较早医生吼，遮就是两个文章啦吼，啊摕就讲着较早医生啊吼，因真正就是拢用德文吼写病历吼，比如讲倒病这个吼，啊是讲正病这个吼，这个正病这个就是这个高雄的一个医师叫林富雄医师啦吼，啊伊另外就写讲伊拢用德文写病历啦吼，对啊，所以想讲啊，我既然是学医学的吼，应该学德文应该是较适合啦吼，啊所以就开始决定要学德文安尼吼。啊，迄当阵德文呢吼，就走去补习班，啊，甚至我是想去写申请吼，去甲阮的迄个军内将军甲讲吼，我就是迄个假日的时阵要去学语言吼，啊，请伊迄个帮助我呢，啊，后来伊有允准啦吼，我就去学这个语，啊，迄当阵的课本就是这安尼吼，啊，即马我搁有留咧吼，OK，讲足久诶吼，啊，另外要学德语的原因，主要就是讲吼，因为这个德语吼，甲英语真像啦吼，甲英语真像。咱知影就是迄个有一个叫做印欧语系嘛吼，印度甲欧洲的语系啊，伊有分到德国语系，还是斯拉夫的语系啦吼。也是印度甲伊朗的语系吼，啊，咱会看会到就是这个德国语系内底吼，这个英语甲这个德语吼是排做伙，意思是讲因其实是真像的吼，啊，下骹这个 Dutch 是这个荷兰的话吼，啊，所以其实荷兰的话嘛甲这个德国话做像的，我是想讲伊若做像的话吼，我要学吼，就较袂遐尔啊食力啦，我是想好，啊无决定来学德语好啊，确实啦吼。就是这德语吼，真这部分拢甲这英语做像诶啦吼。啊，大家看到这顶管这吼，互你大家又袂猜啦吼。这拢是德国诶字啦吼，德文诶字吼。啊，这其实看起来其实虽然咱毋知影这什么字，但是只要用英语去想吼，你就大概知影这什么意思啊。比如讲第一个这字吼 ，book 吼，这意思是英语诶 book 吼，就是册啊吼。啊，是毋是做成诶？啊，过来就是这个 vasa 就是 water 哦 water 哦，啊，因为咱是这个线顶咧讲啦吼，啊无其实是爱互大家摇者呢，安尼较趣味吼，因为咱无法度面对面啦吼，所以我就甲你讲吼，啊，过来就是这 hello， 这是大拢知影这 hello 啦吼，啊，咱街仔路吼，常看到这个德国话就是这个 house。哦，啊，这 house 就是咱的 house， 就是英语迄个厝迄个意思啦吼。啊，伊这拼写的方法是无啥共，啊，但是咱就知影这就是这个厝啊，所以这个
这个月吼，做侪字诶拢甲英语拢做成诶吼。啊，比如这动词吼 ，common 哦，这就是 come，就是来意思，英语来意思哦。啊，像讲这个singing 哦，这就是唱歌诶意思。其实这摇拢差不多拢摇会出来哦。啊，比如讲这个 good 就是英语 good 哦，就是好诶意思。啊，这其实听起来就是做成迄个 good 嘛。哦，所以其实你也会晓英语吼，要学德语吼，就较简单安尼啦吼。啊，拄仔有讲过吼，就德语甲英语都成诶吼。啊，其实吼，即个德语甲中文吼，嘛有一寡像诶所在吼。有两个比例啦吼。第一就是讲，我明天要去台北吼，我马上要去台北吼。啊，英语就是写 I will go to Taipei tomorrow 吼。啊，德语就写做 Is Bill Morgan nach Taipei gehen 吼。咱就看这两项，其实这两项其实真像吼。我嘛吼，I 这个 is 这个是这个我吼。这块其实足像诶。讲倒伊甲中文像咧，就是讲伊迄个时间甲地方诶复视吼，放诶所在甲中文真像吼。比如讲这我这个 Morgan 就是马仔吼，要去台北吼。这是甲中文就是我明天要去台北，我马仔去台北哦。过来就是这，你今天做了什么 ？What have you done today？ 哦。这两个是咪看起来甲这是德文啦吼，看甲英语是足像诶。你看这个就是这就是什么哦？这个是你哦。这个是 heute 是今日哦，就甲你今日做啥物迄个德文诶迄个时间词甲即个地方词呢吼，拢会放喺头前诶，放喺较头前。以后再这个讲动词吼。这讲法呢，较中文其实是较像吼。所以你学德语吼，其实是会较简单安尼。网络顶悬有一寡笑话啦吼，拢讲这德文吼，听起来足歹听，佮落长吼。遮有一寡这个例啦吼。比如讲，咱第一个这个吼，pollution 吼，污染吼，英语叫 pollution 吼。但是德文就是都落长啊吼，叫做 Umweltverschmutzung 吼，那遮长吼。像讲这个英语叫做 heliport 就是迄个直升机咧停无人机停直升机迄个所在吼，叫 heliport 德文就特别长叫做Hubschrauber Landeplatz 特别长安尼吼。过来就是比如讲咱较知影就是 nurse 就是这个护士。德文安怎讲？德文叫做 Krankenschwester Krankenschwester 特别长安尼啦。咱看其他语言其实拢无遐长吼。但是这是一个名词啦吼，这是一个名词吼。因为比如讲，咱英语讲诶 often 德语其实叫做 oft 三个字母尔吼，根本都无遐长吼。所以这是算做毋是讲遐尔正确诶讲法吼。不过大部分诶德语吼，真正是拢是真长啦吼。为什么德文会为什么德文会遮尔长吼？就是吼，因为伊就是吼，像讲咱若是迄个英语吼，一个物件，伊就一个念法吼。一个物件一个念法。但是像讲德文吼，伊就是甲伊诶意义甲斗起来吼。比如讲，咱较拄仔讲诶 pollution 吼，污染吼。德语就是伊诶意思就是 Umweltverschmutzung。这意思就是 Umwelt 就是这个环境诶意思。Verschmutzung 就是这个污染诶意思。所以伊是甲这个意思甲斗起来甲中文有一寡像啦吼。比如讲这个 nurse 英语叫 nurse 嘛吼，但是德文就是 Krankenschwester Kranken 就是这个破病诶意思。Schwester 就是这些意思所以是 Krankenschwester。你只要看顶悬诶字，你就有法度晓讲这大概是啥物意思。但是你若直接看英语 nurse， 你可能毋知影讲这 nurse 到底啥物意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德语会遮尔长吼。这下骹这是目前上长，应该是啦，上长的这个德文字啦吼。其实遮尔啊长会做歹背嘛，其实袂吼，因为伊就是甲迄个意思，有意思的字拢甲连做伙安尼尔吼。虽然遮长，伊的意思是这个下骹这个吼，但是伊只是甲遮个字拢遮有意思的字拢连做伙，所以看是遮长。其实伊这拢会使分开吼。这是我进前用一个 APP 啦吼，叫做 Hello Talk 吼，含一个德国人练习这个写日记吼，我就是逐工写互伊，伊就甲我改我毋对的所在吼，阮大概日记写通讯差不多1-2年的时间啦吼。讲到这个语言呢吼，国际咧分你的语言的能力吼，有分 A1、A2 啦吼 ，B1、B2、C1、C2，大概就是讲这初级的啦吼，B 就是中级的吼，C 就是这个高级的啦吼。欧洲的语言一般是安尼分啦吼。我家己碰风的想法啦吼，以中文华语来讲，我也算满分C2 来讲的话吼，台语可能就比华语较差一寡吼，英语佫比台语较差，日语佫比英语较差，德语当然佫比日语较差安尼啦吼。因为我德语还未去考迄个认证吼，所以我嘛毋知我的程度大概偌济。我是咧想我大概是 B1 吧，是家己摇啦吼，但是这是家己碰风的想法啦吼。学语言有缺点无？有缺点无吼？啥物款的缺点呢？吼，就是爱开就是做长时间的啦吼，上开做侪时间的吼。我也是吼，这个英语吼较实用啦吼，英语较实用吼，因为较早出国吼去瑞士吼，人伊个饭店内底甲咱搬行李的服务生吼，人伊有法度是甲伊讲6种的语言吼，因就是拢用会着，所以因就是讲了做好诶。但是咱就是甲英语用较会着尔吼，所以其实学遐济吼，我感觉就是伤开时间，而且真正用无遐济吼。我较怪讲较紧诶，因为我感觉我时间拖伤久啊吼，歹势吼，我真正讲了伤久吼。这是我学台语用诶册啦吼，这大家应该拢知影吼，录音补讲吼 ，OK。上尾就是要讲到这个台语是毋是这个动态语啦吼，主要意思就是讲，我咧一本册顶悬吼，伊讲咱这个台语吼，有可能是对泰国话来，迄当阵目睭就紧起来，真正是安尼吗？所以我就走去学泰国话，泰国话第一个字母吼叫做 call， 伊个鸡啊叫做国凯，甲咱的国鸡吼，其实出成诶，所以想有影台语可能是对泰国话来吼，但是吼无遐简单啦吼，像讲迄个泰国话嗰个叫做 P 迄个伊个鬼叫做 P 所以伊就是甲音调无共款尔，无共款诶音调意思都无啥共，甲台语是真像。但是台语诶各个甲即个泰语诶各个诶音差出侪，所以就怀疑讲，这真正是对泰国来吗？不过泰国诶形容词吼，伊诶位置吼，甲台语吼是真像啦吼。比如讲就是伊诶形容词就拢放喺名词诶后壁，比如讲咱知影就是咱讲加工嘛吼，迄个工就是形容词拢放喺后壁吼，比如讲老朋友吼，伊诶老就会放喺后壁呢吼，伊诶形容词拢放喺后壁。咱台语是有一寡吼，比如讲遐动物啦吼，加工啦、家母啦吼，甲放喺后壁啦，不过有诶就是无安尼啦吼。我就是有查册发现讲，迄个长江以下即个中国诶所在即较早叫做百越啦吼，即个所在呢吼，
伊诶迄个形容词啊，吼，拢大部分拢放在名词诶后壁，表示讲，咱若讲即个百越语，伊诶形容词原则上是放后壁，所以其实甲华语是无啥共拄啊好甲迄个泰语是较像所以中文呢，就是有可能，但是台语有可能呢，就是甲迄个泰语较有关系啊。敢真正是安尼呢咧迄个中国诶有一个网站叫做知乎迄当阵就是人都拢有咧研究啦迄当阵就是讲迄个上古诶汉语咯甲即个动态语是足像诶啦意思就是讲古早诶迄个外国诶粤语就是即个动态语系啦甲泰国诶泰语关系呢，其实是较济啦所以伊有提讲到即个动态语啦啥物是动态语呢？动态语就是咱即个黄色诶即个所在即个所在讲诶话啦迄个所在讲话叫做动态语系啦内底嘛有讲到讲就是咱即个吴语、闽语拢是算是即个动态语系拢是算动态语系啦甚至呢我最近看诶一本册叫做古早诶中国甲粤伊有讲到伊内底讲到就是即红线即个所在伊讲即个动态语呢其实是即个南岛语系一部分安尼啦所以这讲起来真正就是真趣味啦不过因为这总算作也是研究的这个阶段所以无定论啦上尾就是要甲大家讲到这个赖号赖号应该大家应该拢比我较熟啦伊是叫人家称作伊是台湾现代文学之父啦因为我最近就是有看伊诶册一本册叫做伊写诶文章叫做野代志啦因为伊厉害诶所在就是讲伊用台语去写即个文章安尼啦比如咱红线看着这写囡仔兄你睇着恶甲安尼也是讲写即个鱼池已经白互阮饲死啊咱即马拢讲租嘛其实较早拢讲用白即字啦比如讲遮西罗摩这咱逐个定定听着是讲伊破我一身躯诶甜水啦这拢是较台语诶讲法较是我替你教是等等所以看外号诶即个文章感觉真清澈安尼上尾就是互大家看一个迄个外号诶写诶即个诗啦咱莫讲全部啦讲到咱最近诶代志其实真心比如像下骹即四句啦景气要讲恢复物价起甲5啦钱佫无地趁日子免哪过最近诶物价真正起真悬啦甲较早真正是真实好安尼以上啦努力多谢。咧真多谢张医师甲咱分享遮尔济敢有人有啥物问题？好若无，其实我蛮想要分享一个，尤其是就是张医师这边上头咧讲即马台语诶一寡困境啦，其实我真有同感，因为我即马嘛甲囡仔全部拢讲台语其实我嘛想要分享我诶看法，就是确实有一段时间台语会当讲较无咧进步，因为无受到重视受到压迫，所以一寡新诶事是较无诶，嘛有一寡新诶物件，本地无台语诶讲法，像讲你讲这华语讲粉丝分析，你台语讲分析就足奇怪即马大家较会讲袂俗但是我感觉即种事就是虽然你即马头一摆听着时阵感觉怪怪毋过这就是若是咱开始讲较济咧，其实愈来愈济人讲听着，你听着第1摆你会感觉怪怪，听着第10摆、第50摆诶时阵，
你就感觉这诚正常啊。其实华语嘛是共款，上头一个物件入来台湾的时阵，你开始有一种讲法，你头一摆听着，你感觉这到底是啥？我无听过呢。啊，毋过后来你会接触愈来愈多时阵，你会感觉这就是安尼讲啊，就袂感觉怪怪啊。啊，关于这科技的代志，其实这就是爱靠咱啦，就是你是啥物专业的人啊，会当开始想看觅。你这部分啊，若无台语较适合的讲法，到底要安怎讲较好？啊，当然一部分是安尼，另外一部分其实咱一寡新的物件咧翻译国外新的科技啊，咧放伫教科书内底的时阵，国家的角色嘛是真重要。像讲即马咱课本啊是安怎写这专业的名词，其实有一个国立编译馆，国立编译馆伊的角色是啥？就是伊会甲国外一寡新的词，咱若是要了解互大家知影的时阵，伊会甲这翻译做华语。啊，所以其实咱诚需要有一个机构甲国立编译馆共款，啊，但是伊是做台语的代志，就爱甲即马愈来愈多新的词，毋若是为华语翻译过来，嘛爱为英语啊，为其他无共款国家的语新的物件，甲新的词翻译过来台语内底，安尼台语才会有新的词。啊，但是若政府还袂做即件代志的进程，就是咱应该家己爱来做，安尼台语才有法度继续生传落去。这是我的分享。大家还佫有啥物问题无？还是讲游轮有啥物对我讲的有啥物要回应了无？多谢林秘书的指教吼。啊，你讲的我是真同意安尼啦，对。啊，因为就是讲，咱虽然讲咱即马咧即个社团内底吼，啊，大家拢是为着台语来赞声吼。啊，你就有一个想法就讲，咱足侪人咧讲台语的吼，啊，其实吼，真正讲台语的咧台湾的比例吼，真正是足少的吼。啊，所以就是讲。真正就是爱愈侪人讲吼，啊，这个语言才会摊会开吼，啊，咱听了久啊，都会感觉讲袂遐尔奇怪安尼啦吼，啊，所以就是爱尽量大家会使讲台语安尼嘿，啊，虽然大家学台语的这个目的拢无啥共款啦吼，啊，不过就是希望这个语言会使佫继续，会使佫延续落去安尼吼，多谢你。好，真多谢。安尼咱时间嘛差不多啊，今仔日的这部分就讲到这，咱后摆再相会。